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生效。喺過去嗰幾小時咧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繼續橫過香港東部嘅海域。喺5點鐘嘅時候咧，佢係喺香港天文台東北邊嘅30公里嘅大鵬灣嘅海面。預料咧佢會繼續向西北偏北或者偏北方向移動，吹向深圳嘅東部。而家香港大部分地區咧都係吹緊西北風，但係咧我哋預料今日稍後時間咧，香港嘅風咧就會轉為西至到西南風，所以咧而家受地形屏蔽嘅地方咧，到時咧就可能會較為當風，市民需要留意呢個風向嘅轉變。另外咧，風神嘅雨帶咧已經開始影響緊香港㗎啦。咁喺香港喺今日嚟講咧，久唔久會有啲大雨嘅。天文台喺5點45分發出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取代原先嘅西北信號。原先受住地形屏障嘅地方，而家會變為當風，所以市民需要留意呢一方面。喺6點鐘嘅時候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位置喺香港天文台嘅東北邊，大約係40公里，現正係喺深圳嘅東部登陸。預計香港嘅風力咧冇咁快減弱，預計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維持數小時。但係隨住風神進入內陸，香港嘅風勢咧將會逐漸減弱。香港天文台會喺今朝稍後時間考慮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天文台咧喺今朝早嘅5點45分咧，係已經轉發咗呢個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嘅。由於大雨嘅關係咧，天文台亦都喺6點嘅時間咧，就亦都係即係發出呢個紅色嘅暴雨警告信號嘅。咁就睇翻今朝早情況咧，就風神喺今朝6點嘅時間咧，就喺香港天文台嘅東北面，大概係40公里嘅。咁亦都喺呢個深圳嘅東面附近地區係登陸。由雷達影像見得到咧，同呢個風神相關嗰啲較為強烈嘅雨帶咧，就係正係影響住香港嘅，使到我哋天氣咧就唔係太過穩定，咁啊不時有啲大雨嘅。可以見得到咧，就香港大部分地區咧啲雨勢都係幾多。咁就今朝早直至6點嘅時間咧，就大部分地區已經錄到超過就係50毫米嘅雨量記錄㗎啦。咁亦都係有啲大雨嘅關係啦，就各個地區嘅溫度咧就唔係太過高，大部分都係介乎24到25度之間。而日頭嘅最高氣溫咧都係27度咁上下嘅啫。短時間內咧，我哋相信咧香港都會係受到呢個風神嘅環流影響嘅。咁所以咧8號嘅烈風或暴風信號咧，相信咧都會維持一段時間。但係隨住呢個風神慢慢進入內陸並且係減弱嘅時間咧，相信我哋嘅風勢咧就會慢慢緩和嘅。咁啊，天文台咧亦都會喺今朝嘅稍後時間咧，就係考慮會唔會即係改發呢個3號強風信號嘅。隨後幾日咧，相信就風神咧就會減弱遠離啦。咁而香港主要都會受到西南氣流影響嘅。跟住幾日咧，我哋都會係有啲驟雨嘅。強烈熱帶風暴風神喺黎明時分喺深圳東部登陸之後，繼續移向內陸，橫過珠江口一帶。風神嘅雨帶喺今早為香港帶來連場大雨。天文台喺6點鐘嘅時候咧，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。喺午夜到而家咧，普遍地區咧都錄到超過100毫米嘅雨量。預料風神嘅雨帶咧喺未來幾小時咧，仍然會繼續影響香港嘅。風神移入內陸之後咧，會逐漸減弱。香港天文台會喺今早稍後時間考慮改掛3號強風信號。喺今早喺深圳東部登陸之後咧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繼續移向廣東內陸。喺9點鐘嘅時候咧，佢係喺香港天文台嘅西北偏北大概60公里度。風神嘅雨帶喺今早為香港帶來連場大雨。天文台喺6點鐘嘅時候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。喺呢幅圖我哋睇到，香港普遍嘅地區咧已經錄得超過100毫米嘅雨量，而最大嘅雨咧就喺大嶼山嗰度錄到。喺某啲地方咧係錄到超過200毫米嘅雨量。香港未來嘅幾小時咧仍然係繼續會有啲大雨嘅。風神繼續移入內陸之後咧，佢會慢慢減弱。香港天文台會喺今早稍後時間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風神登陸咗之後咧，繼續移入內陸，並且減弱為一股熱帶風暴。而香港本地嘅風咧，亦都開始緩和啦。所以天文台預計喺中午前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但係市民仍然唔可以掉以輕心，因為香港西部嘅風勢咧仍然係比較大，而且咧風神嘅雨帶仍然係影響緊香港。
而香港咧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仍然生效嘅。熱帶風暴風神登陸咗之後咧，繼續移入內陸，逐漸遠離香港，而且繼續減弱。香港嘅風咧亦都持續咁樣減弱緊，所以香港天文台快將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但係市民咧請勿掉以輕心，因為咧西部地區嘅風勢咧仍然係相對比較大啲，而且風神嘅雨帶仍然係影響緊香港，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係生效嘅。隨住風神登陸咗，逐漸移入內陸，遠離香港同埋減弱咗之後咧，香港本地嘅風咧亦都繼續減弱，所以咧天文台喺上午嘅11點15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但係市民咧仍然唔可以掉以輕心，因為咧西部地區嘅風仍然比較大，離岸地區同埋啲高地咧久唔久仲係吹緊啲烈風。喺風神嘅殘餘影響之下咧，未來嗰幾日香港嘅天氣仍然係唔穩定嘅，會久唔久會有啲雨。喺過去嗰幾個鐘頭咧，就熱帶風暴風神咧個移動咧係好緩慢嘅，咁而本港現時咧仍然都係受到強風影響啦，咁所以咧呢個3號嘅強風信號咧仍然都係生效嘅。咁喺下晝4點鐘嘅時候咧，就風神咧就集結喺香港嘅西北偏北咧，大概係110公里左右。咁我而家預料咧，風神咧仍然都會係行得比較慢嘅，同埋咧亦都會有個慢慢減弱嘅趨勢。咁按照而家呢個預測咧，就會喺今晚咧就取消呢個3號嘅強風信號㗎啦。咁個天氣方面咧，我哋預料咧就現時咧仍然都會係吹強風程度嘅西南風啦。咁初時西部地區同埋一啲離岸嘅海域咧間中咧仲會吹烈風嘅。咁但係風勢咧將會係逐漸緩和㗎啦。咁而天氣方面咧將會係間中有雨啦。咁初時咧就都仲會受到風神嘅一啲相關雨帶影響啦，就係初時雨勢咧有時幾大啦，同埋有啲狂風雷暴嘅。展望方面咧，我預料咧隨後數天咧都仲會有啲驟雨嘅。已經減弱嘅熱帶氣旋風神清晨喺深圳東部登陸，逐漸移入內陸，遠離本港。天文台喺尋晚10點45分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直至今日早上嘅11點15分先至取消，歷時12個半鐘頭。8號風球期間，市區風勢強勁，大樹左搖右擺，出街嘅市民即使有擔遮都顯得非常狼狽。天文台更一度喺昂坪錄得最高陣風為每小時189公里，相當於12級嘅風力。風神襲港期間，為香港普遍地方帶嚟大雨。天文台喺清晨時候更先後發出黃色同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，本港普遍地方都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，而喺大嶼山更加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賢預料今晚會取消3號強風信號，展望未來幾日亦都會有驟雨。我而家預料咧，風神咧仍然都會係行得比較慢嘅，同埋咧亦都會有個慢慢減弱嘅趨勢。咁按照而家呢個預測咧，就會喺今晚咧就取消呢個3號嘅強風信號㗎啦。現時咧仍然都會係吹強風程度嘅西南風啦。咁初時西部地區同埋一啲離岸嘅海域咧間中咧仲會吹烈風嘅。咁但係風勢咧將會係逐漸緩和㗎啦。咁而天氣方面咧將會係間中有雨啦。咁初時咧就都仲會受到風神嘅一啲相關雨帶影響啦，就係初時雨勢咧有時幾大啦，同埋有啲狂風雷暴嘅。展望方面咧，我預料咧隨後數天咧都仲會有啲驟雨嘅。天文台原先預計風神日前進入本港800公里嘅警戒範圍之後，會喺本港東面掠過，吹向台灣，但風神反而逐步逼近。天文台解釋，以現時嘅科技水平，未能夠做到100%準確預測颱風嘅途徑，仍會出現偏差，只能夠靠熱帶氣旋最新嘅移動資料同預測路徑作出比較。如果有偏差，就會進行修正。而喺過去幾日，風神嘅路徑同佢哋嘅預測有偏差，所以要不斷作出修正。今朝早呢，就華南沿岸地區同埋香港呢，就受到風神嘅塵雨帶同埋一股活躍嘅西南風影響之下呢，就落咗一場大雨嘅。咁天文台呢，就喺8點30分呢，就係發出咗呢個黃色暴雨警告。咁喺8點50分嘅時候呢，就發出咗呢個紅色暴雨警告嘅。咁但係呢個雨帶呢，就慢慢向東移，咁慢慢咁離開香港。咁雖然喺佢經過香港嘅時候呢，就喺市區就落咗係大約係70至80毫米嘅雨啊。咁場雨就慢慢向東移咗之後呢，就天文台就喺10點鐘呢已經係取消咗呢個紅色嘅暴雨警告啦。當今朝早落雨嘅時候呢，最大雨嘅地方都係港島市區同埋將軍澳呢個區域嘅。咁普遍嚟講呢，就係落咗係70至80毫米嘅雨嘅。
就喺未來呢幾日呢，就華南沿岸地區呢，仲會係受到呢個活躍西南風影響，所以天氣方面呢，都會仍然係多雲啦，同埋間中有驟雨嘅。咁啊，雨勢有時都會幾大下添，要等到下週初呢，就然後先至個天氣方面呢，係會慢慢轉翻晴嘅。